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7日，诗篇48篇10节、14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你的名传到全地，俄罗的声透到天边海角。这位上帝是咱永永远远的上帝，伊会永远引带咱。三甲来祈祷，永远引带阮的天父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阮的上帝，阮的王啊，我要尊你最悬最大，因为你用忠信诚实行奇妙的事，就是你对古早所拟定的。主啊，你对阮未出舞台就认捌阮，你叫阮的名来召阮。主啊，我要伫你欢喜快乐，因为你是阮的山岩，阮的山寨，因为你要保护阮，时刻甲阮伫地。主啊，阮要高举你的名，阮要尊你最大，因为你的名要传到全地，俄罗你的声要透到天边海角。主啊，因为你永永远远是阮的上帝，你会永远引带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